台湾第一只繁殖成功的金光猩猩投票号名的活动开始了。有4个英文名，互大家来投票。其中“食饱哩”这个名有勇敢坚强的含义，听起来嘛敢若台语的“食饱”字，目前上受欢迎。另外，鸟翕医保月底就会甲大家见面了。 做老母拢知影讲，囡仔若运气是天使，若精神就开始爱无用啊。无要互人休困，嘛无要互人摒扫，这只医保假咬布愈啊扭条条，真正互人强要挡袂掉。 怀念他当时的比较小时候有断电的片刻，我现在几乎是没有断电的片刻。更注意元宝所在的一个位置跟角度，避免它扑到我们，或是我们弄到它的一个情况。现在等于是说我们一刻都不能闲哦，这也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大猫熊圆圆就是他妈妈有时候很希望我们可以把元宝带走的一个心情。 一个知讲，这个月底要甲大家见面尔，这只医保最近看到保育人员特别欢喜，酸甲鸟形变乌形，互人拖去洗身躯。伊可能想要学乌猩猩金光囝，因为但有头一只金光囝出世，要请大家投票选一个好名字。4个名字大家参考看卖。软故是破烂游戏，狂热是第一，嘛骗字是真活泼，食饱哩是勇敢坚强，有像咱台语伫讲的食饱字。 是120岁的意思很像，那就是祝他长命百岁。投票到18为止，大家会使送互这只金光囝一个好名字，祝福伊永远快乐。